来，起来，没事吧？看一下啊，当别人拿棍子来进攻你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不要慌，你要躲开他的有效的攻击范围之内。这个时候你可以上步用你的手防守来顶住，握紧以后用你的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上步摔倒，然后再夺棍。多亏这是一个泡沫的道具，要是真棍子的话，你就已经起不来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来，试一次。等一下，没事吧？来，起来。你看啊，一个大小伙子，身高体重都比你大，而且整个身体的力量压在腿上，冲过来一手一脚。别说是你了，穿在我身上我也受不了。这个时候你只能选择侧步一闪，让我们的腿、腰、手臂、肩膀所有的力量压在身上拍下去。我就不信下一次他还敢欺负你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来，再来一次。放开我！你撒开我！好了。来，起来。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时候他已经控制你的双手了，他一使劲，他肯定会破坏你的重心而摔倒。但你记不记着，你还有条腿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他拽的时候，你借他的力量上前一个正蹬腿，就可以破解他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来试一次。放开我！撒手！放开我！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他已经控制你的手臂了，你就只能用另一只手来破解。这个时候你可以伸进去，然后迅速挑开它，推着墙顺势用身体重击，然后侧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来试一次。